你快过来，这条虫子长得好像一条龙，爬进去了，真的，好像一条龙啊，爬里面去啊，你搬开，看到没有？哇，这龙头露出来，龙头，我靠，龙头，好像呀，在这里，你看，你看呀，哇！姐，给我跪下！跪你奶奶个头！那是假的，那是假的，假的。啊，疼啊！疼死人！疼死！你不要你要烦给你变个魔术，别玩了，别玩了。哎，给你变个魔术。你别笑。要做一个专业的演员吗？肺活量大比拼，刚嫂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 1、2，数到3再吹，再来一遍，1、2。我数到3了吗？再来一遍，不许玩赖，1、2、3。把厨房给我拖了，我不管你爱拖你自个儿拖去，快点儿的，我不收拾。快点儿！你有病啊！给我吓一跳！我妈生日了！哎，三位评委老师好，你的职业是什么？我是一名网络段子手。那你的演技应该不错，那肯定的。要不即兴表演一下？好的。此时你接到你女朋友电话，喂，宝贝儿，特别开心。喂，宝贝儿，你女朋友突然给你提出分手，什么？你很气愤是吧？你一气之下把手机摔了，你一气之下把手机摔了，一气之下，你一气之下愤怒的把手机摔了，愤怒。你表演的不是很好，下一个。你演的不是，下一位，再努力努力吧，再努力努力，录下好几声吧。回忆总想哭一对不起哈，对不起哈。傲气面对万重浪。老年人，我看你一大把年纪了，我不想给你一般见识，你别太过分哈。我是练过气山拳的，我跟你说。气山拳。